今仔日，有甲一个以早旧同事去开讲，伊是编剧、写剧本的。伊嘛是有发现讲，伊可能心情无介好，伊嘛讲会使甲我开讲，讲伊的心事。阮着讲中昼的时阵，拄仔好早顿有迄熟芳，我着食熟芳，着甲伊讲话安尼讲1点钟。伊有讲，其实伊着是进前拢做啥物代志拢足顺利的。着讲迄个时阵伊是新的时阵，我着因为迄时阵我去加片，加做换还袂加完。毋过我是有经验的人，就是讲可能做这电视节目，我是做甲伤幼，毋知影讲其实毋免做甲安尼，我无即种技巧，就亲像讲有一个熟识朋友，伊做朋友伊伫做讲写程序的时阵，伊嘛是写甲足幼的，变讲伊嘛伤慢，拢替大家讲，拢替头家、顶司，阁有同事讲安尼无合格。我迄时阵做电视节目，甲我即个朋友写程序的朋友的问题是相共安尼。毋过迄个时阵呢，伊还袂毕业，就开始讲主持节目，阁配音，做啥拢足紧，拢做着顶司想要爱的效果。所以讲，迄时阵我足欣赏伊的，讲伊有即个天分，有即个才调，阁拄着讲会欣赏伊的顶司。所以讲后来伊就去公共电视，去遐嘛做甲诚好，伊就想要有啥物目标，伊就去拍拼。而且有时阵伊就做节目，伊嘛无讲一定爱做甲安怎，要摕奖还是安怎。毋过伊就是足简单，就摕着奖啊！伊就想讲，伊的路拢是讲伊安怎拍拼，拢做会到。想袂到讲伊有感动，讲对编剧即个行业，伊真正想要好好做用心去做。毋过，就拄仔好拄着讲无达到伊想要爱的目标。有可能伊阁有去教人安怎编剧，若是教册，伊是有成绩，但是伊想要讲伊的作品，替人拍做电视剧，伊就无达到伊想要爱的迄种代表伊家己编剧的即种作品。伊嘛是感觉讲，哪会遐拍拼，安尼写物件，嘛有用足侪技巧，讲要安怎写上好。毋过哪会变讲愈来愈无法度写甲足顺，就写甲诚痛苦。最近伊就拄着讲，伊一直对一个伊做想要好好做的编剧，替制作人讲，后要换一个团队，就甲伊换掉。阁有讲伊一寡缺点，互伊诚艰苦。讲，是毋是我无适合行这道？毋过我若无行这道，就是一种背叛
我家己的当初想要做的即种我的使命感的一种使命感的一种行业，所以讲，就是讲，因为进前拢足顺利、足顺的，即马拄着一个要安怎像以前安尼共款拍拼，结果无像以前安尼讲，互伊的成绩，无像以前安尼做一半的气力就会使收到全部的成果，伊这变讲伊可能用12分的气力，但是定定敢若收到1分的成果尔，伊就讲是毋是无适合行即道，还是安怎，就会一直安尼想。若是因翁呢，就是因为因翁细汉就是定定做啥物物件，拢有一寡无奈，一寡做失败的例，所以因翁就会较认命，讲不要紧，我就毋免讲遐坚持。毋过，阮这朋友，阮这旧同事，伊就是足坚持的，想讲哪会以前遐顺，即马拄着一个坎站，这坎站安怎拢无法度家己，拢无法度家己超过去，无法度克服即个坎站。我就想讲，其实人生真正是，有一寡想要互咱学的物件，只是咱的想法定定讲，我即摆若学这，你若会使甲我讲有法度有光明的一个结果，我是愿意去拍拼。毋过，惊讲愈拍拼，这物件离我愈远，就是心内无安全的感觉，就出现啊。我即摆伫学的一寡心态、心理，就是讲，帮助人。若讲今仔日。我写物件，就别人较无欣赏，讲毋是讲大多数的人爱看的物件，我就好发放伫家己的心内，就去找别种互我有一寡成就感的，一寡代志，学台语还是创啥？我就是想讲，就莫一直坚持，因为我就判断讲即摆人去看别人的作品可能就是无即种耐性。看我作品的人足少，但是我逐工拢伫遐等，毋知等到啥物时阵。所以讲，我的想法就是讲，有时阵即个。家己人生的安排无的确就是为着讲，就是这是做神秘的，毋是咱看眼前。有时阵伊可能甲伊的答案囥伫做后壁，你较知影讲。原来是要引我去做这项代志，中间的这风风雨雨，拢是一个过程。所以讲，即摆会当做的，就是讲，去用我的心态，就是会当豆认为家己是有这种价值的。有即种才调的，莫讲甲即摆感情讲大家欢迎哪会抑袂有成绩
哪会无啥物，大家学乐，莫甲这物件当做是当做是我诶成绩单。毋免安尼，其实会爱豆豆仔去调整我诶心态。像讲，我本来是想要伫公司内底好好啊讲去拍拼，伫互顶司会欣赏。所以讲伫工课上，我着变甲足热心诶。拢去找代志做，讲搁倒位别人无注意着，我着紧装起，希望会当斗相共。毋过上尾仔发现讲，其实这是对阮这间公司来讲，伊无需要安尼诶人。伊颠倒讲，搁有啥物代志拢无爱管诶人。出一支喙，毋是做代志诶人，有可能生存啊搁较好。所以讲，虽然我无得到我本来想要得到诶物件，就是讲伫工课上替大家学乐，互大家欣赏，讲这公司无我白当，一定爱互你做一个小主管。因为就是你做够去对阮公司、对家己公司诶案件拢做了解、做清楚。我迄个时阵想要互家己变成另外一种人。即种人可能就是我伫头壳内底诶一种形象。就是做代志做认真诶，反应足紧诶。等等。迄个时阵几年前诶我，家己认为应该是爱变成安尼诶人，而且大家拢会肯定，拢会安尼较是达成我诶目的。毋过即摆回头转去看，其实会当学到诶物件，变无共款啊。我伫体会即个人生，就是讲别人安怎甲我看，其实无遐重要。因为我长期以来就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一直咧想讲别人会安怎甲我看。我今仔甲我斗阵讲台语诶一个查某同事，我嘛发现讲伊有即种现象，就是讲有夜妇伊就甲物件拜过，就紧等互伊。后礼拜就随要甲伊讨物件。阮即个查某同事就会讲，安尼别人会叫是讲，我骹手遐慢，拢做袂出来，安怎，所以伊就会怨叹即个夜妇讲怎会使安尼，无时间互我做，搁一直甲我约物件，伊找我讨物件，安尼会互使别人误会。我以前嘛是即种心态，就是做啥物事头，就是心内就会想讲别人会安怎甲我想，别人会对我印象足歹的，讲这个人哪会做遐慢。毋过即摆我就袂用即种心态，我的心态有调整啦。我较看重我家己，逐工心内有进步无，想法有进步无，有去做一寡家己介意的代志无，有去熟悉家己无。就毋是讲干若公司工课上爱做甲诚好，大家学乐，就较甲即种望甲伊囥下。所以讲回头转去看，变讲迄个时阵，以为爱达到我的目标，较是顺利的人生。即摆发觉讲，其
其实就是爱规落去学物件，而且学的物件爱正确。以早想的拢是工课上去学这学迄，拢甲工课上有关系。啊，家己安怎想啊，家己安怎拢无重要，搁颠倒希望家己变做另外一种人，甲家己原本的即个性啊，拢无啥共，就会勉强家己变成一个模范。但是即个模范其实是家己去想的，讲做一个好的员工，做一个未来的公司的小主管，应该爱安怎安怎所以会互家己去演做别人，演无好，搁生气，讲家己哪会安尼遐无效？毋知影讲，其实我本身上珍贵的，毋是即种每一个人拢安尼模范，模范其实毋是。我价值，我的价值可能就是伫别位所在。我就渐渐知影讲，爱照顾家己，毋是讲一直嫌家己无好，爱符合别人眼中的一个模范的员工的形象。所以我即摆有渐渐甲我的自信找转来。进前会想讲，希望业务拢做依赖我即个工程师。啥物事头拢想要拢互我做，因为我做甲上好上拍拼。安尼较是我即个人的价值。我即摆无安尼想啊。我即摆会想讲，我价值就是讲，台语讲无好不要紧，我有即个勇气，我认为重要。别人无即个意识，就想讲你就是讲欢喜逐家拢听有，因为逐家工课上就是爱方便。安尼就好啊。毋过我就知影讲，我若今仔有即个意识，我就试看卖。我就不管别人心目中会想讲，这对有困扰还是无困扰，因有感觉有重要无重要。我就甲即种逐家心目中的好员工的一个形象拢摕掉。这可能是别人心目中即个形象，毋过甲我家己是无啥物关系。我想要做一个我想要成为的人，毋是讲我要做一个逐家拢推杀的一个模范员工。我有一寡转变，这转变当然无啥物。以早我想的就是讲爱有一个成绩，爱做代志，爱做甲做好，可能就是讲有作品啊，而且作品是逐家会学落，无就是做一个小主管伊未来阁有希望做一个主管，爱升官，这拢是做具体的一寡指标，但是这个指标是这社会共同的一个界定，毋是我个人的。其实是离我个人是诚远。只是以早我是无想着我这个人，我这个灵魂想要创啥，我的感受是啥物，其实拢无。敢若会讲。这个人无甲我肯定，我就足生气，就定定足失落的，定定牺牲别人，因为找无家己，所以会需要我靠别人对我的一个反应，对我一个评，对我一个拍分数，都甲我的人生交互别人。别人讲我好，我较会讲原来安尼我有价值。
这是我长期以来拢是用即种错误的信念去生活，去拍拼。愈拍拼愈痛苦，拢想无哪有人这主管我遐拍拼，拢无放假，哪会结果主管嘛讲，你安尼伤拍拼，安尼抢我的本来计划等等，所以变讲，我渐渐知影讲，做代志就是爱爱转来家己的身躯顶。亲像讲，我即摆若讲知影学台语，甲台语讲好好，是为着家己。就是讲母语，我足骄傲的。毋是为着讲别人讲哇，这人真够讲，我都袂去痛苦讲我着算安尼去学啊，因为我定定嘛听着别人讲这若自细汉会晓讲台语的人，讲起来是上自然的。若像讲大汉老较去学，搁安怎学就是讲起来嘛无自然，无讲自细汉开始讲的人遐好。进前我听即种想法，拢足失望的，讲我安怎命拢拼袂过别人。就亲像讲一个外国人去学中文，安怎学就无自细汉就开始讲中文的人，安怎比拢比袂过。进前我会因为即种讲法会足艰苦的，即摆拢袂因为即摆我渐渐知影讲，我迄早袂晓讲，迄早发音就臭奶呆，就发袂出来，就学袂去仿迄个声音。所以讲嘛袂讲去学啥物台语的拼音台语文是讲学迄创啥呢？所以讲迄个时阵会痛苦的原因，是因为这拍拼是为着讲比别人搁较厉害，甲别人比较，爱别人对我举大头舞。所以讲，若别人的反应毋是安尼，无就是别人会讲你安怎学，就无讲我的啥物高步高步是日本时代，伊会晓讲足侪台语词讲诚侪，即摆拢无人讲，大家拢袂记的古早话。你安怎学，就无法度到阮高步迄种程度。咱哪有需要学？迄个时阵若听着，我会受着影响。毋过即摆拢袂因为就是讲我甲家己比，而且讲我会找着家己讲学台语、讲台语的即种价值感觉。都毋是讲今仔拄着一个人伫 Clubhouse 甲我学落，讲你台语进步你台语做亲像讲自细汉就开始讲台语的人，我就欢喜。若讲今仔日伫 Clubhouse 拄着的人讲我开始讲台语，讲甲足沉淡的，听着别人讲甲足顺的，就自卑感。以早真正会安尼，毋过即摆就渐渐知影，其实若心态是正确的，拄着啥物代志拢袂艰苦。亲像讲，阮即摆囡仔有心情无好的旧同事，伊就诚痛苦。伊其实伊的成绩已经诚好，伊阁会使教别人写剧本，阁会使去大学去教一堂课、两堂课。毋过因为伊家己嘛想讲，伊的目标应该是有一个
足厉害诶作品出来，互上好阁得奖，互大家学乐。伊可能较无去探索伊家己想要做诶，其实我无啥物了解，所以阮安尼讲可能无啥准。我会当讲诶是我家己诶例，就是若换做我诶例，就是真真定定诶欣赏别人，写小说，足侪人欣赏诶，足侪观众拢会甲我刺激着，看有人有30个赞，阁有人有100个赞，毋过我家己写小说诶时阵，5个赞都差不多啊，就亲像讲，尾仔我去底卡写日记，连我写我日记用花盆写日记，我拢会想讲，怎会无啥物人看？隔遐久拢无写，今仔因为想要练台文，去看，奇怪，嘛是5个赞尔，而且内底阁有生气的表情，所以讲有看的人可能2个、3个，都是大家渐渐就是要看，因为都写甲毋是合大家口味，所以讲。真正会因为即种代志做失望的，讲我的价值到底是啥物？我偌希望大家来捧场，来看我写的日记，虽然只是日记尔。即摆就白啊，即摆就知影讲，就亲像讲，我讲台语，别人的反应是啥物？有人会因为讲伊的囡仔，伊教囡仔讲台语，伊囡仔即摆会开始台语诚顺，伫咧路上啊，伫咧超商啊，会跳大人去学了讲，你这囡仔讲台语诚高水，讲啊诚好，诚新鲜。若安尼可能阿母会有一种。骄傲的感觉，毋过我希望我真正的想法是讲，不管别人是啥物反应，是讲诚学乐，还是讲哇，即摆阁有人咧讲台语啊，毋管是啥物反应，我拢会为我家己感觉足骄傲的，毋免讲别人提起讲。像我伫 Cover House 嘛，有人讲啊，讲这猫咪人啊，诚好呢。伊拢讲做拍拼做认真，搁去请家教，请老师甲伊教，搁请翻译，有诶无诶。以早会想讲伊若讲啊伤满，我嘛无遐厉害，无遐拍拼，我就会心虚，讲变怎人拢安尼讲啊，我就会为着别人安怎去甲我形容别人的评价，互我一寡心内有足侪感受。毋过即摆我就渐渐知影讲，别人安怎讲，其实甲我想要做的代志，甲我家己的价值其实是两回事。虽然我嘛是讲听好话，总比听着甲我口说啊，还是安怎较负面的话，当然是甲我学乐较好啊，这是当然的。毋过呢，我家己的力量，我有家己摕转来，豆豆仔捡转来，就亲像捡母语共款。豆豆仔家己捡转来。就知影讲别人安怎反应啊，其实就参考就好啊。当然，我嘛有看到一寡人嘛是会讲，嘛是因为别人
安怎想，啊无就是别人根本无安尼想，伊就家己去想讲，哦，别人一定是会以为讲安怎安怎，所以伊就会一直囥伫心肝底，不时就会提起。我就知影讲，这个人就是对家己的，对家己的价值无遐肯定，会受着别人的影响。我知影，所以我嘛讲，对待迄个人是较包容的，知影讲，伊甲我迄早共款。毋过即摆我会当讲去改变家己，做诶代志，毋免讲受着别人影响伤大。像我若讲进前啊，煮面啊，煮汤啊，阮翁拢会讲即个味拢一模一样，食甲足鲜诶。佫会不时讲，你爱甲阮妈妈去学几招。你上好会当煮啥物菜？这是啥物汤？鸡汤这足简单，恁家会晓做，你会使学去做。以前我会想讲我就是，翁对我无遐满意，我无做合格。毋过我即摆就开始转变，我就想讲，若无我即个某，可能阮翁嘛无法度去找着佫较好诶。我诚好，我是阮翁诶福气。我就渐渐会安尼想，为何咧？这就是对我家己诶自信，对家己诶价值，有豆豆捡转来。所以捡转来不只是台语、母语安尼捡转来，其实有诚济无形诶物件，就豆豆拢渐渐去理解、觉悟。虽然这过程讲，毋是咱想诶，拢是因为得到足好诶成果成绩，短时间这个人就替大老板欣赏，做一个副总。咱以为就是人生应该爱安尼，安尼才会学着物件，爱安尼才会如何如何。其实颠倒安尼诶人，有可能伊根本拢无学着伊应该学诶物件。咱袂当用这社会、这地球、这社会即种标准去看家己诶人生。其实人生诶一寡安排是搁较高深，即个是搁较高赞诶，所以讲，咱爱对家己诶人生，家己诶灵魂，家己诶即个人生诶安排，即过程，即个经验，爱互伊做大诶一个价值感觉。莫阁用社会上讲这个人做 CEO， 无做 CEO 诶人都无价值啊。这个人是有钱人诶囝，这个人有价值。这个人有足济美奖。进前我真正是用即种想法伫看每一个人，阁有家己。这个人可能是留学，留学诶学校是啥物学校？这个人是代，偌好。毋过真正诶家己诶价值伫倒位咧？若讲无去找出来，会永远做啥物代志，拢认为家己是失败诶，家己无达到即个资格，就定定安尼做痛苦，想讲为何别人拄仔会去做若顾阮朋友咧，我就会想毋知影伊是即种想法，讲这个人比我搁较晏去写剧本，为何伊写起来就变讲
足好运的，大家就较有，讲佫足适合去合作，安怎等等。就亲像讲写做工人书嘛共款啊，有诶人新人，毋过做甲诚好，佫足有才调诶。我若安尼嘛甲人欣赏，我着永远着是想讲家己是比别人佫不如诶。即种代志互家己做啥拢足惊吓诶，拢足讲哎，我即摆应该做这嘛毋对，做迄嘛毋对。所以讲，我会当做诶，就是讲，我找转来我家己对家己人生诶即个主导权，这就是我想要做诶代志。安尼拄着啥物代志，拢袂讲，拢袂讲做生气，也无就是做艰苦，也无就是做感觉家己有满怀志气，但是拢无人欣赏，就会避免即种因为自我意识、但是无教主智慧这智慧，这咱讲咱灵魂一个智慧，拢无甲自我意识去豆挖进、豆影响、豆提升，可能拢无，就变讲咱一直用自我意识去，就是这亲像若用台语来讲的话啊，有的人台语可能就是细汉的时阵有学的，可能去学校就开始学华语、学中文，搁爱考试，所以成绩袂歹。伊伫厝嘛是用台语来讲，甲厝内人讲拢是较平常的，嘛袂讲去用台语来辩论啊，还是解说较高深的学问，还是讲伊专业去学的，去大学学的，其实拢是用华语去学的。毋过伊就开始对别人台语有意见，讲我细汉学的就是安尼啊，别人哪会使甲我改进，讲我台语安怎。若有人去学啥物台语文啊、拼音啊，伊佫会生气，讲哎呀，哪会补这？根本就毋是安尼，我心目中的台语就是安怎。这就亲像自我意识，伊就无甲咱人生的智慧、人生的灵魂的智慧，就亲像讲有台文字，佫有拼音，这是足高深的一个学问，佫有一寡文法，伊拢无去学自我意识，就是幼稚园的迄个程度，就开始想讲，就是安尼。我以早学着就是安尼，拢无讲想的讲，迄智慧是毋是爱家捡转来？所以我即摆想要做的，就是想较深，想甲嘛毋是讲足惊吓、足不安的即种准备想要做啥物我即摆要去学啥？学英文、学韩文，拢是为着讲将来若无识头的话，要安怎？拢莫用即种心态。即种心态就是讲，足惊别人拍过来就紧用铁桶仔搁用啥物有诶无诶。毋过拢袂记讲，我会使甲我家己练甲足厉害，气力足有力量毋过拢无，拢是用一寡问啊做甲搁较厚，做较硬，但是内底家己佫犹原是像拄仔出生共款嘛无讲变悬啊，变大，佫变甲较有气力，较有技巧去会应付一寡
外口的一寡代志，拢无成长。成长的拢是这厝内迄个门口，门口愈来愈侪，愈高的铁仔的门啊，等等。所以我希望讲家己会当，为即种角度，来互家己会使讲提升嘛，应该是讲找着无共款的家己，而且即个家己是真包容的，看较快，就亲像讲，我公司的同事啊，有一个伊就看我听我讲台语拢真有意见，我就甲伊坚持过，甲伊讲过，讲我就是想要讲台语啊，就希望讲伊莫安尼用伊的观念甲我干涉，用伊讲对，毋过安尼讲过以后，伊颠倒看着我，就是真紧张，真毋知影要安怎甲我斗阵安尼，真无自然。若以早我会想讲，哪有即种人啊？我着爱互伊知影讲，安尼伊会艰苦啊袂，我着想要甲伊报复，互伊生活足艰苦。毋过即摆我毋是即种心态，我是较包容，我就是想讲，对，即着亲像以前我共款，我可能嘛是即种心态，所以我即摆就是会当讲，就亲像我写小说共款。以早，毋是以早，就是我看别作者虽然足受欢迎的，毋过像社长伊写的小说，就足明显，就是自我意识足强。要安怎讲呢？就是讲，即个主角呢，就是替啥物人欺负，替一个歹查某，这歹查某佫生啊无好，佫足怎样讲？足戆的，毋知影讲这个大老板其实心内介意的是主角，毋是伊这个配角。毋过这歹查某这个配角就是靠势，拢做一寡欺负人的代志。即种就是自我意识足重的，而且呢，伊就欺负主角以后，拢会受到报应嘛。有可能就是讲伊做的歹代志挖空啊。这大老板男主角大老板就讲你紧走，我即摆看到你的真面目啊！真面目，紧离开，无想要看到这个查某。变讲因就会用即种是较自我意识做明显的物件，去写小说，当然就会吸引真侪较少年的网友去看，讲这足过瘾的。毋过我的小说毋是安尼，我小说内底歹人其实嘛是有好的一面，是讲我着写较深，而且嘛较宽，而且是包容的，无讲啥物人就是应该得到加分。我写的就亲像讲《淑女养成记》即种，就是内底讲的物件，毋是讲啥物人好，啥物人歹啊，啥物人爱受到处罚，就是变讲，我希望我家己的人生嘛会使安尼，我毋单是写小说，是有较有智慧伫内底，较包容。我家己的人生，我嘛会使安尼去看别人，看我的同事，看讲，我若甲伊讲台语，毋过伊的反应就是用华语啊，无就是伊较无意识，
啊，无是会讲一寡话，讲这哪有需要讲台语啦，讲华语就好。我拢会用包容的一寡心情，较有智慧去看，而且袂受到别人的影响。迄是伊的意识，有可能对母语啊，无啥物感情，无啥物意识。这其实是伊的故事，甲我无啥物关系。我无讲，大家拢无注重我做的代志，我想要学台语，这代志就变甲无价值。这我就想着一个例，就是，若讲大家拢讲台，你讲的科系较好，国立大学，你工科比文组搁较好。所以若一个人伊读的是理工的，是资讯的，资讯大家拢想讲是未来可能就是资讯的时代，机器人的时代。若一个人伊是读私立大学的体学、文学，是毋是伊就无价值啦？真侪人是安尼想家己，有人像较古早时代，若讲读五专，高职就是讲不如一寡大学生。这就是共款的意思，就是讲，今仔日咱做足侪代志，拢受到影响，变讲大家去争做医生，就想讲我即摆若是医生，我就真请也感觉家己有价值啦，家己做着选择啦。就亲像讲，即摆我开始学台语啊，若讲大家拢无注重嘛，无地讲。这就亲像讲，我读体学，无人要读，大家拢想要去读理工的，变啊无价值。以早就安尼惊，所以就会注重讲，即摆的人哪会拢无人去教后一代教伊台语啦？安尼愈来愈无注重。我去学这台语是毋是瘾头？学的，结果以后嘛无人注重。这就是我进前的心态。即摆就袂安尼啊！我想讲，我做这代志有价值无价值，就是我家己去讲的，我家己去想的，毋是去看别人的意见。希望我渐渐家己有力量，家己的力量是做大，毋过长期以来，咱拢想讲家己想的拢无算啥。咱拢爱听专家，听大学教授，听啥物有诶无诶去讲，这拢比家己去讲搁较有价值。咱家己诶力量交出去互别人，主管讲诶一句话，比我家己想诶、家己想要爱诶，我家己诶认为价值100倍。进前即种代志，互我足困扰。我想讲，其实我安尼想，我这方法真好。毋过主管就是计讲听无，无伊就爱面子，就讲爱用伊诶方法。迄个时阵我足气诶，足想讲若倒一工我做主管，我着安怎如何？其实这就是讲，我甲价值拢放伫别人诶身躯顶，所以会想讲，主管认为，主管去采用诶物件，主管讲一句话，迄重量比我搁较有价值，比我搁较会使互人引起别人诶注意。这毋是真正诶世界，是我家己迄种错误信念去创造出来的实相。所以讲，我即摆会当渐渐学做侪代志，而且学这
就无即种啥物年岁问题。你若今仔要去争取讲下上好诶科系，会去上好诶公司，做一个做有未来诶一个部门，阁是主管做器重诶人，这可能着牵涉着你这年岁爱轻啊，你这性别，你是查甫还是查甫的，这可能拢爱着。大家拢去争即种物件，自细汉就开始拍拼。这意思就是真侪人自细汉就甲家己变甲做细，细甲家己拢找袂着稳定啊，家己的价值已经稳定，变讲自细汉就开始安尼，大汉就愈学找着，甲家己找转来。就亲像即摆做侪人细汉就无讲无语啊，细汉就开始单调啊，你变做老的时阵，你想要找转来，搁学找，迄记字拢无啊。这就是若台语是安尼，咱家己对家己的一个价值的想法，家己的力量，应该是笼统讲，应该是家己的力量。诚侪人细汉的时阵，就失去了家己的力量，就随着这社会潮流、别人的话，模范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模式，就去学，会牺牲，会分，会怨妒。这原因拢是因为家己诚早就失去了，家己诚早就放弃啦。这就是我今仔的想法。